大家好，想畫乜嘢留言俾我。今日要分享嘅粉彩畫咧，就係一個景色啦，一條橋咁樣一個男一個女咁，大家可以想像下係咩角色可以代入去咁樣。咁啊送俾大家咧就係慶祝今日父親節，咁希望大家父親節快樂咁樣。咁父親節起源於就美國啦，咁有一個嘅叫多德夫人啦，因為佢細個嗰時佢媽媽身故，咁變咗得翻佢爸爸咧就照顧佢哋6兄弟姊妹咁樣，咁所以覺得咦喂有母親節，點解冇父親節嘅咁樣？咁佢就推行呢一樣嘢，即係去慶祝啦咁樣，咁啊變咗慢慢係咪咧？逐漸呢個推廣到成個美國咁樣，咁所以喺1970幾年咧就正式成為咧美國嗰個國定嘅假日啊咁樣。咁但係咧佢就喺呢個6月嘅第3個禮拜日啦。咁但係原來每個國家未必一樣嘅喎。譬如中國、台灣咧就喺8月8日嘅喎。咁佢哋就除咗叫父親節咧，又叫88節，因為個諧音啊嘛，爸爸咁樣咁啊88節咁樣。咁但係 anyway 都係即係去表揚啦，即係父親即係感恩啦咁樣。咁所以有唔同嘅雖然唔同嘅國家有日子啊等等咁樣，咁但係個意義都係一樣咁樣嚇。咁啊每個國家嗰個嘅傳統就唔一樣嘅嚇。咁有啲咧就個僆仔仲細啊嘛，話1-2歲咁點慶祝父親節啦係嘛？咁咧就當係即係可能啲大人咧咁樣就代啲子女咁送禮物，咁要考呢個爸爸個演技啦，咁哇好開心喎，好特別啊嗰個，其實僆仔都唔知做乜嘢咁啊，咁有時有啲嘅國家就係喺呢個節日就同爸爸就玩遊戲就慶祝啦，有啲咧就係就要嗰個爸爸着唔同嘅服飾咁樣嚟慶祝咁樣，咁但係 anyway。咁就每一種咧，其實即係都係對於佢嘅即係呢個只係慶祝嘅形式啫，咁樣即係佢揾咗個藉口咁樣，即係嚟一個對於父親嗰個嘅感恩咁樣。咁到今時今日，你以香港為例，咁就又唔係話點樣特登，即係好多時都係揾個藉口，你母親節啊、父親節啊咩節都好啦，咁即係一家人一齊飲下茶啊，咁食下飯咁樣，咁即係。開開心心咁樣，咁團聚咁樣，都係揾一個藉口咁樣嚇。咁希望大家父親節快樂啦嚇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咁鐘仔 comment like share，下次見。